今日係我哋日本文化學會受到邀請去到武光英文書院進行全港中學生日本 DSE 打氣音樂會。喺嗰度，我哋收聽咗由已經嚟咗香港20年嘅和泉信行 Sukusan 先生帶領一齊唱咗有一系列日文、中文嘅歌曲，就例如 Sukusan 自己創作嘅啦啦啦啦辣椒油，喺清茶淡飯之中有一個刺激嘅感覺。亦都想每一個人嘅人生之中可以揾到屬於自己嘅辣椒油，而喺最後仲唱咗日文版本嘅《海闊天空》。仲有一件，我都想要啊！喺最後嘅時候，我哋探訪咗 Sukusan， 有啲咩説話想帶俾 DSE 考生？佢話夢想係好重要嘅，亦都可以係人生嘅一個階段之一。雖然 DSE 好重要，係升上大學嘅其中一個路程，但如果失敗咗嘅話，唔好灰心。想追逐自己嘅夢想，有好多唔同嘅方法，總有一個嘗試可以達到你嘅目的嘅。希望你就會唔好選擇氣餒啦。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即係我學到嘢啦，多謝。